现代台语版圣经使徒行传第26章。阿基帕对保罗讲：“准你为着家己辩护。”保罗就伸手开始辩护。阿基帕王，今仔日为当伫你的面前，为着犹太人控告我一切的事申辩，我感觉万幸。因为你对犹太人的惯例甲争论的问题特别精通，所以我恳求你耐心听。我对少年到今，企图伫我本国，后来伫耶路撒冷做人安怎，所有的犹太人拢知。因已经捌我真久，若肯会当为着我作证，我做一个法利赛人。有照阮的宗教上严格教派的要求在生活。现在我徛伫遮受审判，是因为我仰望上帝对阮祖先的应允未实现。阮12支族的同胞每日热心敬拜，嘛是为着要互即个愿望实现。王啊，为着即个愿望，我才受犹太人控告。上帝互世人告我即项代志，恁是安怎断定袂当相信？以前我本身嘛想讲，着用逐款的方法来反对拿撒勒人耶稣的名。我伫耶路撒冷确实有安尼做，毋但有对祭司长领袖官兵掠真侪信徒关家。搁伫因受处死的时，嘛表示赞成。我时常伫各地的会堂甲因刑罚，强迫因亵渎即个信仰，搁用暴力对待因，甚至去到外国的城市甲因迫害。有一遍，我带祭司长的官兵甲命令去大马士革。王啊，伫半路中昼的时，我看到比日头搁较强的光对天顶照落来，甲我甲同行的人踏地。我拢跋落去涂骹。我有听到一个声，用希伯来话对我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是安怎在迫害我？你安尼做，亲像用拳头母在种石狮。”家己讨皮疼。我问讲：“主啊，你是甚物人？”主讲：“我就是你在迫害的耶稣。起来，徛地，我对你显现，是要派你做我的仆人，为着所看见关系我的事，以及将来要对你显现的事作证。我要对以色列人甲外邦人的中间，甲你救出来，差遣你去因遐，开因的目睭，互因离开黑暗，进入光明，离开撒旦的关系，归向上帝，互因对信我得到赦罪，搁承受做上帝选民的地位。所以阿基帕王，我无违背对天来的异象。我大声对大马士革甲耶路撒冷的人，后来对犹太全地的人，嘛对外邦人传道，劝因着悔改来归向上帝，搁着用行为证明因有真正悔改。为着这个缘故，犹太人伫圣殿内掠我，想要杀我。到今仔日，我得到上帝的帮赞，会当徛伫遮对尊贵甲卑微的人做见证。我所讲的，甲先知以及摩西所讲的同款，是关系将来要发生的事，就是基督一定着受苦，成做头一个对世人中搁活的，通将拯救的光传予犹太人甲外邦人。保罗安尼为着家己在辩护的时，非斯都对伊大声喝：“保罗，你起狂啦！
你的仆客互你起狂啦。保罗讲：非斯都阁下，我并无起狂，我所讲的话真实阁合理。因为王知这个代志，我才敢大胆对王讲。我相信王对这个代志拢真清楚，因为所发生这个代志，无人毋知。阿基帕王，你有相信先知无？我知你有。阿基帕对保罗讲：你讲几句话，就要说服我做基督徒。保罗应讲：无论几句话，也是真侪话，我祈求上帝，毋若是你，连今仔日伫遮所有听我讲话的人，嘛拢会甲我共款。毋过无亲像我，互人用铁链连地。王、总督、腓尼基甲同齐岛的人拢徛起来，因退出了后，互相谈论讲，这人并无犯着什么该死，也是着关监的罪。阿基帕对非斯都讲：这人若无对皇帝上诉，早就通甲伊放啦。